两岸的诈骗集团，因是假造台湾的政府机关寄简讯去到民众手机啊，讲你钱无立等等。那做你点网址入去呢，输入你的信用卡号码，你就去互骗去哦。因利用这个号码网络买物件，再甲物件卖掉换钱。这5个月以来，有上百人哄骗，乌心钱赚了600多万。按超商到百的品牌800款，这间电商平台专门卖各种的礼券。即马发生，互犯罪集团利用假造犯罪工具。原警分几若组抓到17个人，因涉嫌4个月发钓鱼的简讯，骗人写个资、信用卡号摕到了后，去入大量的礼券，透过社群平台半价转卖，嘛去加入好全国电子这卖场，用礼券买衫丝，伫网络买转现金。正港的诈骗手路，简讯拢讲水道钱无纳，停车位过期。假影是公家机关要求你爱随处理。警方讲，今年6月到10月，有超过8000篇简讯，受骗的人有上百个。追查了后，发现原来伫后面主导的中介人是中国集团。境外有主嫌，他是负责架设钓鱼简讯的网站，以及建立钓鱼简讯的范本。LV 的牌啊，罗伊的香水 ，Burberry 的服装，摆甲规桌面。嫌犯毋若买礼券，精品嘛着买，按官网买着了，利用面册这社团正牌照原价拍一折脱手，佮利用电商平台办满清上百活动的时阵，甲犯人使用的手机问候大量办会员，做买主甲卖主，用假买赚差价。有一些朋友或是长辈，的确是有不小心点进去，然后可能有些个资外泄这样。对啊，如果用简讯的话，我是不会点进去的。政府出的话，它正常上面会写3个亿。这个我不知道。要消灭简讯诈骗，政府10月底推出专用底码，只要是公部门的消息，拢会显示1亿印，防分别真假。虽然是好意，也毋过袂少民众也无了解，佫需要加强宣导，毋通互轰炸机制无人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